环境的议题，咱要来关心的是中华前顶焚化炉敢袂使卖起咧？今仔日环保团体是开环境会议，地点就是建伫咧中华的鹿港，有15个环保团体是先去镇公所来游行，要求政府撤案，卖阁互中华的空气品质搁再恶化。 15个环保团体手举的标语甲各式的道具，是鹿港镇公所游行一日，象征代表制作安全的结界，抵抗正定焚化炉入侵。第21届全国 NGOs 环境会议，22号起2天伫咧中华鹿港举办。环团是特别来声援当地反正定焚化炉抗争，而且强烈批评执政党承诺跳票。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，他在选前的时候公开承诺，就是说金鼎焚化厂绝对不会盖。好，他结果就是选后竟然就是并没有就是说要求经济部去撤案。 台湾水资源保育联盟是认为，全国每年有2000多万吨需要废弃物要气化。中华县最近去予瑞士空气品质追踪业者报告，列为台湾空品上歹的城市。不应该将焚化炉设立伫咧环境现在已经过量的中华。是挑软的吃嘛，要在山边那边设。我是觉得这个设下去的话，未来还是一件一件会来。其实我们废弃物应该要怎么样去减量，怎么样去回收。人是每天都要呼吸的。 包括动物、包括养殖业、畜牧业，他们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。所以，我们坚决的希望政府能够把这个重污染的工业不要再设在彰化县了。反正定焚化炉自救会是感谢各界的支持，强调酪农渔者受到空污的影响，部分已经得到呼吸道的疾病，更加互育生率为9.5下降到8成，严重影响产业发展。呼吁政府应该互正定焚化炉撤案，也共同来守护民众的健康。记者中华报道。